好，來看即擺已經是熱天，這芳呢嘛愈來愈多。佇個嘉義市有一個騎歐多拜的女性，騎佇個路邊的時呢，這路邊的樹叢熊有芳飛對伊的身軀來，也因為伊呢着車驚，所以無注意到頭前的路況，轉家己去弄到這個電火條出車禍。消防人員趕到現場來救人，加在這人是無安怎。救護人員替車禍受傷的傷者進行第一時間的治療。嘉義市初日發生一件家己弄電火條的車禍，一位騎機車的女性因為去後要飛位身軀的芳驚到，無注意頭前的路況，家己去弄到電火條。現場為29歲女性機車騎士，表示在騎車的過程遭蜜蜂驚嚇而未注意前方路況，自撞電線桿。EMT 到達現場後給予評估，機血包紮及量測生命徵象皆正常。嘉義市消防局表示，初市中晝8:11點半的時陣，勤務中心接到嘉義市現大路往溪底寮方向發生交通事故，救護人員到現場了後，發現有民眾騎機車經過路邊樹仔叢的時陣，因為有芳飛為身軀拍生驚來發生車禍。研究芳的學者就表示，這段時間芳腳會來活動，民眾若會驚，嘛會當做一個方法。基本上這個時間都是會是算是高峰期的，他們也可能是很臨時就跟你碰撞到。那如果你身上有一些防範的話，可能就是直接接觸到皮膚的那個可能性就會降低。那它其實也有一些時間可以去反應這樣。因為機車的速度無緊，受傷的女性只有面甲機體有一寡受傷，送病院了後無啥物問題。專門抓芳的人就講，6月到9月芳腳會佇外口活動，騎車的時陣若是拄着，唔免驚嚇，芳腳袂主動攻擊人，只要注意路況，趕緊離開，就是上安全的做法。記者林慧婷，嘉義報道。